投資推廣署同政府統計處最新年度統計調查顯示，2025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嘅駐港公司總數達到11,070間，較2024年上升11%，創歷史新高。按母公司所在地分析，內地排榜首，其次係美國、日本、英國同新加坡。排名頭10大地區嘅駐港公司總數全部錄得升幅。隨着我哋中國嘅企業咧，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平台咧，走出海嘅話咧，越嚟越多會將一啲地區總部啦，或者國際總部咧擺喺香港嘅。除咗中國內地之外咧，我哋亦都會見到有好多係美國啦、日本啦、新加坡啦同埋其他區域嘅公司。咁所以可見咗咧，無論係一個大圍經濟環境嘅因素啦，定係地緣政治嘅因素咧，香港係一個非常適合做生意嘅地方。香港咧不嬲都係一個自由港啦、金融中心啦、係貿易中心啦、係物流中心啦。而最關鍵就係我哋係一個簡單嘅低嘅稅制嘅地區啦。所以咧，呢啲境外嘅公司咧會繼續咧嚟香港投資啦，希望分到一杯羹。商業嘅機構都係想賺錢，都係一個平穩、穩定、安全嘅地方作為一個總部可以賺錢。所以你見到呢個數字係不斷喺度上升。喺呢11,070間駐港公司入邊，分別有3種嘅營運模式：地區總部、地區辦事處同當地辦事處。呢3種營運模式嘅數字全部都錄得上升，其中地區總部數目上升7%，係連續2年上升。3, 2, 1。呢間瑞士黃金精煉及交易公司將香港辦事處升格為地區總部，利用本港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嘅優勢，擴展亞太地區業務。We thought Hong Kong was the best place to do it. Hong Kong provided us with that accessibility, with the support, the focus from a government policy perspective, but really importantly, a dynamic, forward-looking city that we genuinely believ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 hub for gold and for gold trading in this region. 內地數字銀行喺香港設立科技公司總部，作為研發活動嘅基地同服務全球嘅銷售中心。我們選擇香港，是因為我們信任香港。香港作為全球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，有着獨特的優勢，在地域、市場和政策方面都具備了很強的吸引力，是中國企業出海的首選平台。近年來，特區政府強調要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，香港背靠內地，坐擁粵港澳大灣區，與國際密切接軌，這種內聯外通的特點，正是吸引我們前來香港這最主要的原因。